兄弟姊妹們，我相信釋迦三位理行道，每日各人有各人嘅痛苦，各人嘅煩，各人有各人嘅問題，係冇啦？係講釋迦要聽上帝嘅路，上帝嘅見節，講釋迦啲，可能釋迦會得落各樣嘅試煉，各樣嘅試探，係講你傾聽上帝，佢能夠本釋迦力量嚟行呢個事件。所以呢個亞約23:10按樣人講到，係講基上帝低壓嘅生嘅路途嚟講，我生在世事件呢啲，係講基上帝係本我求賜，係講基上帝本我一個試煉，我能夠顯出有奇妙意思嘛計，係講釋迦能夠甲上帝求熱下，透過上帝嚟練釋迦嘅信心嚟講，釋迦能夠結果強，釋迦得勝，釋迦結果了一個奇妙，經當然講到強咯、正咯、足咯，嗱釋迦係講經過了各樣嘅試探，各樣嘅問題，各樣嘅試煉，係講釋迦依靠主嚟講，佢能夠帶釋迦出得到勝利嘅路。嗱，亞約23:11節樣講到，我嘅腳步天家嘅路途。我就家嘅路途嚟行，我冇差走。嗱，即係用嘅就主嘅命令嚟行，就佢指出交出嘅路嚟行，釋迦冇差走嘅路，一天釋迦能夠得到勝利嘅路。亞約23:12節一樣人交把釋迦，家求呢啲嘅命令，我唔識反對，我心中都並吹。家嘅求嘅法，意思上帝嘅命令，上帝指出嘅路，上帝交出嘅路，我並在心中獨立，我就家嘅路途嚟行，就家嘅命令嚟行，釋迦熱天熱口得到強，得到勝利嘅路，得到得勝嘅路，這樣嘅釋迦聽一主交出嘅路嚟行，熱天釋迦要得到勝利嘅路，熱後釋迦顯出了基文章，主祝福大家。Amen.